杀儿子，这个在中共政治斗争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郭先生 Grace 问庭审如何，我也不知道呀。贾跃亭能说，我不了解这个人，我不太熟这个人。贾跃亭就是他后边的那个大哥是令计划嘛，所以令计划令完成，令计划一倒，他就他一切都 game over 了。王叔背着黄延秋飞来飞去，两个人是修道之人还是他自己编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应该是修道之人吧，应该不是外星人吧？他妈外星人也那两个人，我猜那两个人可能是闲着没鸡巴蛋事的鬼差。那天不是怎么着，就是喜欢跟黄延秋玩，带着黄延秋飞来飞去的。那肯定是真的吧，因为他真飞走了吧？那个年代没有火车票，那不好买。他一个老农民，他上哪儿买的火车票呀？真飞南京飞上海去，是有可能，真是有可能。贾老板就不应该说下周回国，贾老板其实特别简单，贾老板就应该忘了他的法拉第，因为这事已经过去了，他已经不可能再东山再起了，因为人要心里有个逼数，就是你贾跃亭你在中国靠的是令家这个大树，你政商关系才那么通。你到了美国之后，你的这些东西就不好使了，就是你要么就蛰伏，就相妻教子，生小孩，把孩子培养好，这也是一条正路。学你原来没有时间学而又想学的东西，对吧？哪怕是精研，你这个厨艺其实都是正路。你不要老拿这个法拉第，那你那不就相当于那个什么嘛？就是那个慕容复吧，就说啊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叫我皇上，我操，我们在后院，我操，我们六国大封相啊，就这么愚蠢，真的就是他就是个蠢逼。就是你要是口才好，像我这样能忽悠。那你就开个油管频道，这都是正途。未来是九子离火运，你开个油管频道之后，国内欺负你的那些人，拿了你资产的那些人，你的那些亏欠你的那些人都害怕，都害怕，至少他们不会再欺负你了，因为他们要敢再欺负你，你就说了，你就替令完成说了，令完成不敢说，你还不敢说啊？我操，你疯了不就得吗？我疯了，我操，我高考一段断出来的，我操，他们就害怕，这才是正途。哎，我操，我说漏了吧？我操，我说什么呢？我操，我这一派胡言，我这又是傻逼爵位，我操，牛逼变成傻逼了，好吧，这个前列腺快感是每个男人都有的，卑鄙的我，你个老同性恋，老兔子，一天是兔子，你永远是兔子，我就没有，70%没有。你不要代表每个男人，因为我是做过田野调查的，你最多你有一个屁眼，你只能代表你自己，或者你是同性恋的话，你只能代表你们那个圈子，你们那个圈子叫幸存者偏差，你们都是老屁眼同性恋，所以你们才能觉得每一个男人都有。其实70%男人没有，因为我做田野调查，我在东莞做的。东莞有独龙的一项目，那不比你们专业吗？小姐专业的，那我们直男70%都跳过，宁可不赚这个钱，我不占人家小姐那个便宜。行了啊，大老王那个牙缝挺像兔子，STKK， 我把你逐出拿香教，你这个东西。好了，咱们就不说了啊。油管10万粉丝是保命金牌，哎呀操，今天才5.84万，哎呀，这个离保命金牌还差一半儿。贾跃亭。慕容复总想光复。老王曾经说过，鬼是一个弱能量。那么能量为什么被人看到人形，鬼还穿着衣服？这些细节，你问我觉得不穿衣服不合适吧？可能就是他又不是个色鬼。没用碗用盆，请教尊者，手上被阿飘打了手印，什么情况？飞机上清楚的5个手印，不是黑色。安博尔王好像你给我写过信吧？你说过这事儿吧？手上被鬼捏特别疼，出了5个手印。那你最近你的那个什么呀？你的那个气色呀？你那个元气你要补一补啊！你的那个阴阳界之间的能量场太低了，鬼都能过来捏你了。那你这个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虽然没快死，但是你跟将死之人也差不多，所以你这个也要加强营养，加强休息，培正固元，心里不要有鬼，有什么事要放下，要多看老王的节目，多开阔心胸，这样的话你就他就掐不了你了，否则的话你这种状态挺危险的啊！你这状态挺危险，因为他都能给你掐个黑手印子来，我操！你说你害怕不害怕？那他妈逼鬼一般都是进不了活人身，他进不了，离你1尺都烤的要命，因为你的阳气大火箭太猛了，所以你这不行啊！老贾手里有很多国内人的蛋吧？他太多了，他大哥全是蛋，他大哥带了一筐蛋走的吧？令完成之所以不会被引渡回去，就是因为他那筐蛋balance 了嘛。所以这个那他妈的，你想令计划是中办的一把手，他复印了多少东西走？他们计划完成，什么那几个兄弟他们是有分工的嘛？他们跟习家是一样的，他们有分工的，所以令完成就是做生意嘛，经商嘛。然后就贾跃亭也是山西人嘛，他们就是只用山西人，山西帮嘛。所以那你想，那大哥能不跟兄弟讲这些事儿吗？茶余饭后，就光茶余饭后这些都够了吧？老王，你说12年的八卦是不是因为令计划是胡的人，也就是团派，然后令计划戏剧性导致之后，就是团派被打击了后出现了变化？哎呀，应该算是吧，因为他这种戏剧性导演确实挺戏剧的，而且他那个就是他之前是很狂的，他当时特别狂。对，大家点赞啊，让我涨粉快点啊！让我的保命银牌迅速给我发过来啊！老翟与小贾，老高与小莫，小高与老莫。令计划儿子是咋回事？令计划儿子就是把他的那个刹车，就是给他把刹车油给他弄漏了。那个起步的时候还有刹车，车速一快，那个刹车油就漏得光光的。
当然你开过车你都知道，没有刹车油，你现在那些刹车就是盘式制动，全是有靠那个液压的，它没有液压油了，你就全完了嘛。他这个他给他鼓捣一下就搞定了嘛，然后他就撞死了，就这么弄死他了。他是被弄死的，他是被害死的啊！政治斗争你死我活，杀儿子，这个在中共政治斗争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因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针对对方政治敌人的儿子独生子亲自下手的要命的，不多。那你要说当然说红卫兵打那个不算啊，那红卫兵打那不算，那不是他直接的设计这个一个局去害死他，这是没有的。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，这个事儿与金上无关，金上根本不知道，也没有参与，就是金上就这么好的命，就这么好的命，金上就这么好的命，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南普陀3个字知道了吧？南普陀那波人干，他是坚决不能让令计划上来，坚决不能让令计划上来啊！所以就是给他设计完美的一环，我操，给他扣得牢牢的，因为令计划真的就上当了，真的就是关心则乱，真的就是第2天封锁消息，然后还跟胡锦涛开会，容貌如常啊，以为自己就是神人也，结果没想到人家南普陀，人家跟胡一讲，胡当时就是还书生意气了，就是当时就挥斥方遒，就说他没有人性，何谈党性，就是他亲自给他拿下来，就是他们家教主亲自把他给逐出拿性教了。调了武警去封锁消息，可不调了中警局去封锁消息，可不是武警，武警、中警局、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全去了。当时现场有3波武装力量，最后武警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嘛，然后就跟那个谁，就跟那个中警局这边就妥协了，就是咱们干脆就是撂了一壶算了。所以那个事儿还真不是周干，那事儿不是周干。